互少年仔看讲，我一边担2批啊，搁担会行嘿。你叫阮囝来担一边担1片，我看着担啊用大批大。我唔捌担人卖有皮线。哈对，迄个做啥？什么皮线？卖有皮线的香蕉担。啊，迄个白皮皮线哦。对啊，迄个卖有皮线。哦，麻叶皮线哦，吼。哦，麻叶皮线哦，我较早咧担的时阵，阮后爸拢定来甲骂迄句，我唔知影啥意思。哦，原来是叫做麻叶皮线哦。对哦。哦，台语算讲。哦，台语较深啊，阮老的拢较早我担无法的拢用安尼啊，阮老的甲念，我就知影讲伊是咧甲咸尔，我唔知影讲叫做麻叶皮线嘿。对啦，啊，你免麻叶皮线吧？哦。嘿，嗰边麻叶皮线嘿。安排的咯。无先够传人。哦，真个。嘿，看哪带有一条？啊，对对，对，几乎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牛嘛少啊。对，我吼唔知影你才有饲牛，知影？你个牛我无看到。我迄天吼，为着要翕只牛，你知影？我甲阮某两个走甲通宵的，什么，迄个。唔来遮翕。啊，唔知影啊。啊是迄天我看过阮一一个影片内面讲有牛啊，一只牛对个啊。啊伊个有。看遮个哦。啊，迄只若什么人会讲？伊讲迄只无对个啊。伊讲迄只是三板桥啊下骹的人个。我会啊。吼，你住三板桥下骹哦。嘿啊。吼啊牛我对个空起顶头伊唔知个款啊。对啊，肯定啊。吼啊无怪伊咧找无迄只牛，伊甲讲迄只牛无对啊。对啊。啊，你只牛母啊牛公？吼，我牛公话较歹吼。牛较乖啦。吼，啊嘛有过会生。我无生。无会生哦。无得饲啦。吼，啊老牛啊少年啊。10外档啊。啊10外档啊，哦安尼有感情啊老牛啊呢。足乖哦，你走袂放弃。吼，家己养搁转来哦。啊。家己养转来有条袂。啊，白走去哦，我你啊白走，还是讲白搭去？嘿。下走转厝啊，甲报道。安尼就足乖啊，对对。嘿。哎呀，足乖啊，转厝啊报道，牛离转去啊。吼，家己个养转来就对啦，哎有感情啊啦嘿。哎像就是老牛啊。想要甲卖，变卖就变歹去啊。啊对嘿。啊，唔敢卖，这只牛落台啦。啊，无要紧啦嘿。无影食艰苦啦。但是无人知影讲你有饲只牛，大家若知影你饲只牛，惊大家三字问，反正我这片就搭去，
有啊，一寡学生啊嘛，会来甲访问啊。对，教学节目嘿。无咧，我这篇打去的时阵，大家拢走来，我来甲你看牛，你阵啊就变男主角啊咧。嘿，啊，我毋知问讲，我毋知问你讲偌久要拍拉档嘿。拍拉档即马无啊。吼啊，无拖落啊嘛。我昨拍的。吼，你昨拍的哦？啊，我遐慢一工有影。吼，昨迄个顶头迄抓就是，昨嘛拍一抓呢。我囝尔。啊，看你就敢拍袂落吧嘿。我有走的。吼，啊你迄个啦，大概佫真赞，我拄仔咧拖啊，真舒适。无食水啦，迄也食水都较重。啊，但是我食了开着影，打草打唔着边，佫打甲薄薄了。啊，无讲真诶，若南部。不要打嘛，不要打。南部人无迄个草打吼，因毋捌做这个山田啊吼，因无草打吼。伊毋知影迄个物件咧创啥啦，啊翕着吼，我无出一个迄个什么漏开一个爬去打一个互看，人就毋知影讲迄物件安怎使用啊。啊，但是我咧打迄算半桶屎啊，迄毋是真功夫啦嘿。